讲到精神不法的隐喻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弟兄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咱要做学习上帝话之前，咱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我命的主，阮组织伫你的面前，我要恳求天父上帝，通过今仔这个礼拜，你的圣经带阮读你的圣经。你的圣经是早前伫2000年前，伫初信耶稣临到世间的时，所起造的教会，所留予阮信仰的培训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帮助阮，会当通过今仔这个圣经，明白对阮生命中间真要紧的假事。互阮无故意犯罪，对阮的心中除去遐个隐瞒的歹，求天父上帝，互阮心中无下圣经的想法的意念。主，求你用你的口气，用你的话气，就是圣神除去阮心中受搅扰遐个过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阮伫你的面前，阮会当遮做新创造的人。阮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上帝你互阮的保守，阮伫你面前恳求主你对阮讲话，阮静静听，安尼祈祷，我个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伫新的一年，咱阁再来问上帝讲：主，伫新的一年，我应该做甚物？今仔日的圣经伊咧讲起上帝的话，要互人清醒；上帝的话，要互人有智慧；上帝的话，要互人的目睭会当明亮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通过今仔日的圣经，互咱真侪有智慧的人，会当对上帝话命的话来过咱受祝福的人生。今仔日所讲的信息，咧讲起，无论是诗篇19篇，或者是伫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，伊所讲的有类似的话，伊叫做隐而未现的过失，就是无人知。但是咱知，无人知，但是上帝知。有真侪基督徒伫人的面前，甲人的背后，伫内心甲外在，有当时无一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信实的基督徒，无论是人伫人的面前，伫咱家己的内心，内外一致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特别用今仔这2句话，隐而未现的罪。亲爱的姊妹，毋通故意犯罪。上帝虽然是一个有怜悯无快快受记，佮赦免人、拯救人的上帝，但是犹原有一种人是上帝收回伊的圣神，佮收回伊的拯救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今仔日的话，做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那安尼，今仔日的圣经咧，甲咱讲什么？有一种无好的念头，已经伫咱的生命中间咧震动。这就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讲的一句话：不法的隐喻，就是讲不法的意思，就是无下伫圣经上帝意念不法的稳重的秘密。有当时咱偷偷咧过一种别人唔知的人生。就亲像咱的囡仔，虽然咱真正真的因带伊，但是检查有一部分咱看袂到咱的囡仔的内心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互我有智慧，因为今仔日个圣经诗篇19篇是一篇足水足水的一篇经文。所听的姊妹，礼拜了那倒去，牧师要邀请咱一口气完完整整的甲诗篇19篇读一摆，读2摆，读3摆，直到你将一本诗篇19篇所有的祝福的话，拢读放伫你的心内。伊讲，上帝话要互人的灵魂清醒，互人醒起来；上帝话要互人有智慧，上帝话要互人目睭金。特别更加重要，今仔日的圣经第19节、12节、19篇12节讲，治水会通知伊的过失。有一句话，咱讲酒醉的人，拢讲伊无醉。你捌听过这句讲话哦？开车出代志警察问伊讲：你有啉酒无？无啊，我啉一点秘鲁尔。啉酒的人拢讲伊无醉。治罪的意思是台湾话足水，但是现代囡仔听无啊。什么人啦？什
什么人会通知伊家己的过失？多数的人拢唔愿意承认家己有做唔对代志。咱若做了唔对代志，你虽然知，但是咱要请什么做，请什么解释，有必要吗？所以，弟姊妹，别人唔知，上帝会知。今仔这句话讲了真水，这个祈祷对一个人的生命的成熟甲完全，特别对咱要加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、得胜的基督徒，这个祈祷真重要。主要求你帮助我家己知影，我即摆拄着什么种的问题。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唔知影伊有问题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有智慧、信心帮助咱。真侪咱有判断能力的人，有敏锐的心，英语叫做 insight。insight 意思就是讲，伊的目睭足清楚，伊看会清楚，伊会知影，迄个温磨伫伊内心。虽然别人唔知影，但是伊知影，上帝知影。代表伫这个所在祈祷讲，什么？是我隐而未现的过失，是我别人唔知影，秘密的。我若无讲出来，啥物人知影？上帝知，所以代表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这个温磨的过失，伫我无意中所犯的，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。愿天父上帝听咱众人的祈祷，用伊的真光，用伊的真光，照伫咱的内心，毋是通过人的责备，是通过圣神的提醒。咱忽然感觉讲，我为什么要追求安尼呢？我为什么要活伫这种的情景呢？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。今仔日的经句安尼讲，因为人所做的一切，无论是显现的，无论是稳重的，伫上帝的面前，无论一个人的秘密，上帝唔知。咱常常讲，上帝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，但是兄弟姊妹，更加要紧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。我咱在上帝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，关我所做的一切，这就是今仔日的诗篇最后一句话讲：我所讲的话，我所想的事，拢得到上帝你的欢喜甲接纳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首先甲上帝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会当知影我有问题了，麻烦大了。兄弟姊妹，我毋是甲咱恐吓，咱的人生真有可能起头的第一步就行唔对路，第一步路若行唔对路，规条路拢是冤枉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因为圣经讲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的开端？智慧的开端。兄弟姊妹，你敢知智慧原本的意思是什么？智慧的原本的意思就是讲选择的能力，甲做决定的能力。真侪时阵，咱所做的决定，咱所选择的选择，对咱其实唔是祝福，但是咱就偏偏坚持，只要我喜欢，较不要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智慧。我搁解释一摆，智慧这个字 ，wisdom， 伫英语的字典的内底，伊的解释，伊讲智慧就是一种的能力，人做决定、人做选择的能力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恁的家庭、恁的囡仔，伊对少年就真有主张，而且迄个主张是上帝圣神特别的祝福。一个细汉囡仔伊所选择的选择，赢过伊的父母；一个囡仔所做的选择，唔免人教，因为上帝的灵点伫因的内底，有重要吗？人的一生中间其实上重要。唔是选择婚姻，嘛唔是选择职业，是选择伊一生中间上帝的计划甲一生的路way。今日圣经拄啊讲到一项，魔鬼伫人的心内拢咧讲遐543个，伊讲不法的隐意。帖撒罗尼迦这本册，帖撒罗尼迦这本册就是新约中间第一本写的册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恁拍开圣经，恁唔通去掠准讲马太是第一本。照时间摆落来，圣经是照时间写摆落来，唔是，是因为照内容、照伊的重要性，可无共款的所在，无代表伊是第一张的批。今日咱所读
保罗写帖撒罗尼迦教会这张批，基本上是全新约教会第一本写出来的圣经的真卷。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学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这个教会的地点，等下牧师会讲一摆，我阁先甲咱分享。帖撒罗尼迦是一个港都，就是一个港口，伊的重要性就是对罗马要去到亚洲，因为罗马的军队一条罗马条条道路通罗马，你捌听过这句话？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这间帖撒罗尼迦城，就是罗马帝国中间一个真要紧的海路、陆路，拢真要紧的中心点。会要对罗马来到亚洲，一定会经过，无论你是坐船，无论你是行路。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马其顿教会中间的一间。保罗学了马其顿的教会，伊讲上帝赏赐给马其顿的教会的文书，虽然极其颂香，但是慷慨无比。伫拄着极其艰难的时阵，永远坚持伊的信心。保罗写给这间教会第一张批是学了，但是为什么佫写第二张批？因为发现魔鬼咧攻击上帝所听的教会。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牧师要邀请咱用这张批，为着上帝所听的得等教会，嘛是咱正人的教会。咱为咱的教会祈祷讲，主求你保守这间教会，不互不法的隐喻，就是魔鬼与使人。伊咧讲起魔鬼撒旦已经发动。伫后书第2章第9节，伊讲魔鬼已经伫教会内底讲遐543搅搅的话，所以就引起教会内底伫台面下，牧师听袂见，人嘛毋知影，但是伫教会中间隐瞒无下伫圣经的话，甲遐想法，咧搅扰上帝的教会。我毋是责备咱中间有的兄弟姊妹，伫恁私底下教会的时阵咧讲。教会歹话毋是，只有一个心意，咱爱这间教会有好见证，咱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做上帝予咱的光。愿天父上帝保守咱，因为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毋知影家己有问题，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汲取历史的教训，所以真有出名的历史学家，伊拢讲起，其实人类常常是重蹈覆辙。伊过去伫人类历史中间捌发生错误的代志，逐时代拢继续在发生。主帮助咱，治罪会知。咱伫主的面前，要怎样知影才做有智慧的人？第一，爱谦卑；第二，爱敬畏上帝；第三，爱安静听；第四，爱愿意降服上帝圣神的带领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无论是伫诗篇中间所讲隐而未现的过错，兄弟姊妹，你到即摆敢要有某一种的习惯，不爱人知，若不爱人知的代志莫做，但是做袂到。无爱人知的代志，偷偷做，嘴阁感觉甘甜。圣经讲，偷啉的水是甜的。伫咱的人生中间，人的本性、人的血气，常常充满某一种的引诱。迄种冒险得来，迄种的兴奋的感觉。所以你捌听过有这种社会新闻叫做偷窃的病态。伊的家庭本底就是已经做好嘅，好嘅到有剩啊！但是去百货公司、去超商偷摕一个无几箍钱的物件，你捌听过这种故事无？因为毋是迄个钱的问题，是迄个冒险偷来的快乐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，这两句话对各位兄弟姊妹有帮助。牧师伫今仔日的分享，毋是带有责备咱中间某一个人是偷偷咧做，毋是。兄弟姊妹，当咱也未偷偷做进前，
咱养成某一种圣洁正直的思想，免得有一日，咱的引诱临到，魔鬼伫咱的心中搅扰。今仔圣经最重要的讲起，魔鬼亲像好塞，常常伫咱的心中丢一点点引诱我们的声音。拦阻，今仔圣经讲，假的撒旦的作为，要阻挡人甲上帝健康的关系。拦阻这个字叫做卡达 ，echo。卡达的意思就是从某一个点出发。echo 呢 ，echo 这个字，咱咧讲回声，你捌听过无？山谷的回声 ，echo 其实就是希腊女神的一个山野里面的这个女神的名 echo。伊常常用迄个回响的声音对人的内心讲教教的话。伫你的内心，你听到某一种的声，是一种错误的教教回声。这个 echo 这个字嘛，会当翻译做怀孕，作为意思的一个字。伊的意思就是魔鬼若放一粒种子伫人的内心，迄个回声就产生了一个怀孕。一种的坚持，一种的念头，一种的想法，都来产生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听圣神的声，也是愿意听魔鬼的声？咱拢知，咱拢欢喜甲回应牧师讲：牧师，我愿意听圣经的声。牧师，我愿意听圣神伫我内心的声。甚至是种的责备，伊要带我倒来到上帝正直的道路。拦阻神的是啥物？就是今仔日保罗伫帖撒罗尼迦的批信内底第2章第9节，后书第2章第9节，伊讲撒旦已经运动啊！撒旦已经伫咱中间开始咧运行，开始咧搅扰。迄个运动这个字叫做 ego。其实英语叫做 energy， 你捌听过 energy 无？电池有力无力，有迄个动能，有迄个力量。所以魔鬼常常若看起一间健康的教会，伊心内会袂爽快，伊会开始伫迄个中间压落真侪无共款的想法。求主保守咱的教会，保守恁的家庭，保守恁的囡仔，互信主的人一生。伫主耶稣基督的保守的内底，无好的想法、无好的念头，无亲像一个无好的种子，带伫人的心灵的子宫。拄则牧师甲咱讲 ，echo 这个字，伊本身是持有啦，有啊得到，但是伊另外捌伫圣经中间翻译做怀孕，做帮助我，独好的念头踮伫我的内面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求你阻挡，旧约诗篇19篇，今仔日嘛出现一个阻挡，但是伫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，嘛讲到一个阻挡的人已经出现啦。迄个阻挡的人是咧阻挡上帝伫一间教会做复兴的工作，阻挡的人是咧阻挡上帝的教会真真实实讲上帝的话，听了袂爽，伊伫上帝的教会。伊就阻挡上帝的话，底下有人听见。阻挡什么？阻挡上帝伫伊所听的囝儿查某囝，伊的人生中间的计划，甲伊的安排。阻挡什么？阻挡人倒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保罗看见迄个拦阻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带咱倒来到上帝施恩座前。免代价，因为上帝本身已经伫耶稣基督伊的十字架顶悬，已经解决了迄个代价。只要人若愿意倒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无条件，上帝定心疼惜咱，做伊的囝儿甲查某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用代笔的祈祷做咱的祈祷。主啊，求你阻挡我。一个是上帝的阻挡，是一个魔鬼的阻挡。咱就爱互上帝的阻挡，唔通互魔鬼阻挡。愿天父上帝
甲咱开着的门关迄个无好的门，唔通开唔着门，关唔着门。所以平平伫今仔圣经中间出现两句话，拢总是阻挡。一个就是上帝甲咱同讲，我的囝儿唔通去行落去，因为这条路对你的生命是咒诅，是损害，因为这条路通到死亡的道路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亲像大笔，伊讲无阻挡，求你阻挡我，甲我扭掉咧，互我无故意犯罪。拄则牧师有讲到，什么种的人上帝唔拯救？敢有这种人？莫名其妙，上帝敢不是讲没有一切不离不弃的爱，没有一切拦阻人来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。这句话上帝敢会有不爱救的人？如果若有，敢无甲圣经讲不离不弃的爱有矛盾？无，圣经咧讲有一种人，上帝要恩伊收回伊的救恩，迄种的人是故意唔捌上帝，请注意故意这个字。伊明明知影上帝，伊明明知影圣经的话，但是伊故意安那不当作一回事。所以伫保罗的批信，唔是写伫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，保罗伫伊的罗马书中间的第1章就讲到，上帝就任凭他们的选择，任凭。伫旧约伫新约中间，你讲上帝你开得遐尼当生，你为什么遐尼忍心？其实圣经的话，唔是咧讲起上帝任凭故在人去，唔是，是因为上帝伊创造人的时阵，伊互人有一个足宝贝的能力，迄叫做自由意志。也在你捌听过吗？伫圣经中间咧讲起上帝创造人最大伟大的能力，就是做家己，自由意志。但是这个自由意志有责任，有祝福，所以人爱为着家己的选择做结果的结局。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的圣神常常充满伫咱的内心，好好对咱讲话，无用阮黑暗的关系搅搅咱，无用阮迄个受气，无用迄个埋怨，无用阮迄个自卑感，无用阮迄个心内中间的迄个对号入座，迄种无好的情绪。求天父上帝无用阮迄个黑暗的罪来捆绑咱。愿天父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所做的讨绑救恩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感受到一种快乐。主啊，原来你的话是遐尼轻松，原来你的话是遐尼轻松，因为你的话都有开咱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。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到我这来，我要互恁得到讨饭。”兄弟姊妹，这就是牧师咧讲起为什么上帝的话遐尼简单，咱做袂来。但是讲这句话的上帝，伊要帮助咱。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一生中间，英语讲 do right thing。Do things right， 就是做对了代志，做对的代志。第二，用对的方法做代志。兄弟姊妹，这足无简单呐，非常非常无简单。但是一句短短的话，就亲像咱咧讲的成语，还是讲一句名言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的囡仔伫一生中间选择行对的路，用对的态度来赶行因的人生的道路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听保罗伫2000年前头一张伫初代教会所写出来第一本的福音书，也是讲第一张的批。无论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叫做福音书。其实保罗的批信、彼得的批信，拢总是甲福音有关系。帖撒罗尼迦是第一张第一张初代的使徒所写予
基督徒的一张被。伊大概写伫耶稣离开世间了后20几年，伫主后50年，这张被写伫啥物所在？这张地图可能无真容易看到，因为恁坐较远，若无就是恁的目镜真有够迄个度数。这个科技呢，这就是咧写，大概伫主耶稣离开世间了后，保罗第2摆传福音，伊对上下骹牧师即摆徛即个相片，即个下骹交叉点，迄个所在叫做耶路撒冷。对耶路撒冷开始往安提阿，到后来到罗斯德，一直到特罗亚，然后特罗亚迄个所在叫做爱琴海，伫即个所在，即个叫做爱琴海。特罗亚，今仔日来讲的这个教会，伫这个所在，帖撒罗尼迦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帖撒罗尼迦是初代教会一个真模范的教会，是保罗学落的教会。但是保罗知影，因拄着魔鬼的搅扰，所以保罗写一张被互因。为什么保罗拄着魔鬼的搅扰？因为当时保罗将福音传予帖撒罗尼迦的时，伊第一阵听伊讲道的人，其实是犹太人。当保罗讲耶稣是救世主的时阵，犹太人否定保罗讲的福音，所以后来保罗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，因为这阵犹太人上帝的百姓要掠保罗，后来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。伊也知影真侪教条继续伫伊个中间，所以帖撒罗尼迦是一个罗马帝国真要紧的水路真要紧的交通要道，因为伊是对罗马通到亚洲的一条路。伫这个所在，咱来听今仔日的圣经。今仔日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7节，讲到2项代志。第一项，伊讲不法的秘密。不法这个字，圣经的原文的意思，就是无下伫上帝的话，无下上帝的话。秘密咧，就是隐而未显，偷偷做，藏伫心内。伫教会中间无表面公开，伫咧 under table， 伫桌仔骹，人甲人中间咧运作的代志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无事有时嘛会挡袂牢，会甲咱提醒，因为有当时咱有教会嘛有迄个 under table 的社交活动，但是牧师较无愿意用责备的角度甲咱讲即种的，所以牧师会甲咱提醒讲，毋通莫做，但是有缘有人做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会通知影伫今仔日，咱有一个真要紧的属灵的功课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甲咱讲，若袂通公开的代志，咱毋通做；若袂通公开的念头，咱无用运意伫你的心内。不法的隐意，隐意的意思就是秘密的代志、稳重的代志。第二，伊讲有一个阻挡上帝的人，牧师特别甲这个字写用这个四字旁的他，意思就是上帝，还是讲耶稣。原文的圣经并无只用这个上帝的他这个字，伊原文，但是你来去看头前的时阵，前后文你读落，你就知影讲，有人开始咧阻挡耶稣的福音，有人开始咧搅扰上帝的教会，咧阻挡基督徒。所以伫这个所在咧讲起，魔鬼开始已经伫迄个教会内底咧做搅扰的工作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。咱受圣经邀请，咱做伙来保护这间教会，好唔好？咱若听到无好的声音，咱就甲伊讲，你毋通安尼讲。咱若听到人咧责备教会，咱就甲伊讲，咱毋通攻击上帝的教会。一个父母责备教会，讲教会的无适当的话，最大的损失毋是牧师，最大的损失嘛毋是教会。最大的损失是你的囡仔，这我毋是甲恁强悍。咱若伫咱的囡仔的面前陪伴上帝的教会，其实是互咱的囡仔对这间教会没有一种亲密的感觉。你敢知影？当咱若讲教会的当地话的时阵，咱的囡仔心中会受疑惑，
那安尼我介绍爱去教会，也这你敢无同意？咱伫囡仔的面前，咱就爱讲带囡仔来到上帝面前的好话。咱做伙来保护这间教会，毋是要保护牧师，是保护上帝伊的名，是这间教会受人的尊重。保护这间教会有一个神圣的空间，互这间教会会当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互这间教会会当真真实实照上帝的话来讲道，照上帝的话来解释。兄弟姊妹，那安尼帖撒罗尼迦这句话有重要无？保罗提起伊的兄弟姊妹讲：我已经知影，我嘛听见，魔鬼伫恁的中间开始咧搅动、搅搅，伊伫恁的中间开始运动。恁看到这个第一抓不法的秘密已经在运动，运动这个字叫做 enable，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英语咧写 energy。开始用伊的力量，伫遐使人，伫遐搅搅，求天父上帝保护全世界，照顾全世界所有的教会，毋是干那照顾特定教会，互全世界的教会，伫今仔这个世代，会当成做纯全的圣洁的教会。今仔这21世纪的全世界的教会所拄着最大的问题，叫做世俗化，我唔知恁敢有同意？初代的教会对就是对，唔对就是唔对，黑白分明。但今仔时代愈来愈无容易黑白分明，因为咱主张多元的思想，伫多元的尊重、多元的无共款的想法的社会背景。一个最大的困难，就是我要用什么种的立场、什么种的态度来面对我的选择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上帝圣神帮助咱，照顾恁，保护咱，互不法的淫意，无论是你对电视看到，对谈话性节目听到，对你的社交群体网站所弹予你的。任何一个短片，小心上帝保护咱。伫迄个无死正、无照上帝话的主张遐物件，无进到你的家庭，无进到你的内心。主保守咱，互咱伫遮受主动的人，所有因所做，伊咧讲起魔鬼嘛有能力哦，魔鬼嘛会行新约技术哦。魔鬼嘛会互石头变做饼，魔鬼嘛甲耶稣讲：你若拍拜拜我，我将所有的世界荣华富贵拢互你。你若拍拜拜我，啊，你目到枵，你就甲这个奉主的名，啊，就将这石头变做饼来食。魔鬼是一个会搅扰人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当这无好的想法，伊讲啥物人做的？撒旦。第9章的中间，伊讲叫撒旦伊的搅扰，撒旦的运动，撒旦的运动会的意思，讲撒旦开始伫一个信仰的团体中间，讲迄个似是而非的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敬畏上帝的人，才听有圣经的话。第二，敬畏上帝的人，上帝就互伊有智慧，通做判断。通做选择，敬畏上帝的人，上帝圣神啊踮伫伊的内面，伊就会通安静，伊就会当顺服。今仔圣经讲，治罪会知伊的过失，过失毋是牧师讲对毋对，安尼做标准，毋是，是上帝伊的标准，真做咱的标准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。出话互咱欢喜，因为伫今仔日个启蒙文，咱讲上帝话比芳芳的比较甘甜。我嘛真愿望我的讲道，互恁赏心悦目，啊，听了爽快，啊，免听啊愈听愈严肃，愈听愈沉闷。但是愿上帝伊的圣神，帮助每一个欢喜听上帝的话
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予伊的话比芳芳的笔更加甘甜，阁有比黄金更加贵重。愿上帝祝福咱伫伊的话顶悬成长。所以今仔日保罗所讲的话，第一就是魔鬼的搅搅；第二，伊讲有一种人，伊互魔鬼用，伊伫上帝教会真做一个安那主动人，认捌上帝的人，青梅带青梅，绊脚石，互人绊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会记得牧师提醒咱，有一种人，上帝任凭他们。咱毋是讲咱已经洗礼了，你就一定会当上天堂。当然，咱中间有的人根本也不在乎有没有上天堂，因为有一天死了嘛，毋知敢真正有天堂。这基督徒也毋捌，也有一寡人也毋知影讲，将来敢有真正有天堂。但多数的人拢相信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什么种的人，神会见死不救？神不会见死不救，只不过这些人自动离开。保罗伫伊的罗马书第1章1节伊讲，虽然因知影有上帝，但是无甲上帝应该有的尊贵来尊重伊。这种的人，上帝就任凭他们。亲爱的姊妹，珍惜上帝予你的身份，尊重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做咱应该做的事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上帝保罗讲，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。这就是为什么牧师今仔日要甲咱讲，敢有上帝无爱救的人？上帝开互遐尼糟蹋人，故意将这个安那错觉放伫人的内心。其实毋是这个意思，意思就亲像牧师拄则甲咱解说讲，撒旦开始搅动，撒旦将伊的错误的想法、不法的隐意，伊放伫人的内心。迄个内心，迄个 echo 开始伫人的内心产生发酵，开始伫迄个所在产生一种错觉。愿天父上帝保守咱的心，因为伫箴言，迄个所罗门伊讲，恁爱好好保守恁的心，因为人的一生的果效。阿们。兄弟姊妹，爱保守你的心思意念。互上帝话做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，所以我今仔日要甲咱分享3项代志。第一，我敢已经知影我所遇到的人生的危险，主也知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。毋是别人甲我讲，是你亲自甲我讲。因为人改变人困难。独只有当圣神想要改变一个人愿意讲，主啊，我肯。人改变人困难，主会知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将伊的圣神搁一摆，因为今仔日讲，主耶稣要用伊的口气，白话字的圣经翻做口气，其实就是讲，主耶稣要他口中的灵气。主耶稣要用伊的圣神分入伫人的内底，上帝圣神要互人得到智慧，咱会当看见，咱家己无意当中、有意无意中间得罪了上帝的行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智慧，咱甲主讲，这句话的意思用自罪会知，意思就是无人会知啦。这句圣经的意思就，无人会知影伊家己所做的毋对。独只有上帝圣神啊，踮伫人的内心。伊讲，伊亲像两面来的剑，要修正人的心思意念。主帮助咱。今仔日诗篇19篇读起了，牧师鼓励咱对头到尾用基督的心读几摆，耶和华的律法照背。会互人醒起来，会互人有智慧，会互人目睭金。耶和华的律法照背，伊的意思咧讲起神的话语是一个全备的智慧，
咱有可能是50步、60步、70步、80步，但是人的属灵的智慧程度上不一样。但是，才讲到一项，交臂的福音、交臂的智慧、交臂全备的、完整的。咱若要读圣经，要读几本，唔是读迄个哩哩啦啦的。兄弟，你敢听我意思？爱几本圣经拢接受，唔是我若听无听掉，我若听无听掉。兄弟姊妹，你永远都听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甲上帝讨全备的福音、全备的智慧，主啊帮助我。兄弟姊妹，你有确保吗？你有确保这个是啦，真正完完整整认捌上帝。无倒伫新春了后，新的一个阶段，我想要开一个单元的查经，迄个单元查经叫做“一起读圣经”。牧师想要将圣经对旧约到新约66卷，拢甲咱做解说。这本册到底是咧讲什么？就亲像今仔牧师甲咱讲，为什么帖撒罗尼迦书遮尔重要？因为伊是初代教会第一本的圣经。你敢捌听过这句？咱做伙来了解你所读的圣经。你若经过所有的这个圣经的导读，以后你读圣经，你就知讲，哦，原来这本册的重点，伊的主要写作是要讲什么话？哦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伙共读圣经，一起查考圣经。牧师到这个年龄，嘛发现有真多我过去少年的时阵，嘛读无到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学习圣经，咱做伙来领受全备的智慧。愿主对恁讲话，愿圣神甲咱三合伫地。什么人会通了解上帝的话？第一，敬畏上帝的人。你若尊敬这本圣经，你若感觉这本圣经是一本不能打折的上帝的话语，这个圣经要伫你的生命产生极大的帮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定心得一个第二，谦卑。谦卑的人才听会落去。真多人是拢要讲互人听，无要听人讲话，有无？你会感觉讲人咧讲话开讲的时候，有一寡人是专门拢要讲互人听，什么种人？律师、老师、牧师，这种的人职业的性格，拢是要讲互人听。啊，人都还没讲了，你也毋要静静听好了。哦，就先要甲伊讲啊，毋是安尼啦，你静静听。爸母嘛是拢要讲互囡仔听，无要听囡仔讲。无啦，有的爸母起码是听囡仔的较济啦。哦，主帮助咱安静，帮助咱有圣洁的心，帮助咱伫主的面前。第二，伫今仔这个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主赏赐我敬虔的心，小心。保罗讲，不法的淫意已经发动了，那个魔鬼的号角，魔鬼的扫角，已经遍满这个世间。主帮助咱，所以保罗伫咧讲起敬虔的时候，有真多的所在。牧师引用两个所在，第一有所书6章在1节，小心魔鬼的伎俩，务要谨守警醒，警醒警醒。啊，这是牧师今仔日第二段讲敬虔敬虔这两个字。读音拢同款，写法无同款。警醒跟警醒，这两个字伫原文圣经，即毋是原文，伫这个中文的字读起来叫做警醒警醒。警醒甲警察的警吼，警醒，真小心，兄弟姊妹，互上帝以做你脚前的灯，做你路上的光。因为咱伫人生中间咧，甲什么人摔跤，甲撒旦撒娇。其实咱内心常常有一种的挣扎，通也毋通，好也毋好，对也毋对，会使也袂使。咱做人其实有当时真为难，咱所爱的好，咱无能力去做；咱所无爱的代志，偏偏又搁甘甜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警醒一项代志。小心我的为人，小心我心中的想法，
小心我的主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有智慧，互我有警醒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愿主的圣神保守所听遐的姊妹，恁的囡仔伫成长的过程顶悬，上帝亲自保守因的内心。现在你相信吗？希勒阿嬷8岁，上帝就将一个伟大的想法放伫一个主日学的囡仔心内。迄个陪希勒阿嬷的上帝，敢袂陪你的囡仔吗？现在你认为呢？你认为迄个陪阿嬷的迄个上帝，敢会陪咱？绝对会。所听的姊妹，因为伊伫全世界咧找愿意听伊的话的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神不会见死不救，除非你不要。礼物虽好，如果你不愿意，兄弟姊妹，神不会见死不救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小心有一种人，上帝愿意收回圣心。创世纪第1章就真清楚，人若属血气，兄弟姊妹，对创世纪圣经第1本，伊就讲起什么种的人，上帝愿意收回圣心。世俗化、属血气，故意毋捌上帝，用家己做中心。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，愿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上帝无放杀咱自专，上帝无放杀咱孤单。保罗伫伊个所在讲起，因既然故意毋捌上帝，上帝就固在因心中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。不合理这个字就是没有遵照神，合理这个字叫做 logos， 无照上帝的话所讲的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主啊，求你对我的心中摕掉我自以为是的想法。主啊，我的心内若否定你的话，求你赦免我。主啊，我若得到你的感动，求你帮助我，无滑倒去听世间的声、echo 的声。兄弟姊妹，卡达 echo， 牧师甲咱分享过，不法卡达 echo， 就是无遵照上帝话所讲的迄个回应。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圣神诚做咱的保卫师，对这事到永远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求天父上帝怜悯阮，有时阮偏行家己的路；求天父上帝怜悯阮，有时阮咧行阮的路的时候，阮并唔知影，原来阮是偏离了上帝你的声音。你甲阮叫愈大声，阮走愈紧。主啊，互阮方向就对，阮走愈紧是愈紧倒来到你的面前，毋是愈紧离开你。主求你帮助阮所听你的教诲，这间教诲无受黑暗的关系，撒旦不法的隐意的攻击。主帮助阮，无愿阮收回你的圣心，互阮一生一世直到世间的路尾，拢伫你的慈爱，伫你的扶持，伫你的带领。我安尼恳求是奉救赎阮的耶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